迎收听4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施倩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29章，新人期待时就来祷告吧。在我们的心好像遭遇到那个挑战甚至是患难的时候，约伯他数算过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他的心仍然有期待，如同他在今天经文一开始说的，我多么希望再有往昔的岁月。从约伯记29章一直到31章是他生命中的连续剧，他生命中真实经历，按着过去现在以及期待的未来，他表达自己所经历到的恩典，以及所经历到的苦难，还有自己无辜受害的经验。心仍然有期待，才会有这样的说法，不是吗？有一个女士，她走进了一家绣毯店，这是专门在绣这个地毯、绣毛毯。她看着织工将这个绣毯吊在空中，在那里织这个绣毯。她走上前就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，看左看右，看来看去，结果她说了一句话：这绣毯一点都不好看。织工就跟她说：这张啊，是我们这里最美丽的绣毯。真的吗？她又再看了一阵子。我看不出来你们在织什么看起来就是一片杂乱。织工又跟她说我们也是如此啊，我们常常看错面，越看越迷糊。有人在苦难当中以为自己被上帝恶整，然后问我为什么受苦，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或许这个织工会回答你你在地上看的是绣毯的反面，在天上看才是正面。这是一位很会讲道叫做司布真的牧师，他在分享苦难的信息当中所引用的例子，讲到当人看错面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悲剧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忆当年，讲到过去的美好，然后我们是因为现在觉得太难过太差了，所以会想要忆当年，还是因为当年的那一些感恩的事情，那一些得胜的经验，那一些荣耀的见证，使你能够在此时此刻仍然相信，即使你的现况已经叫你不要再相信了，甚至连你自己可能你的反应，身体的反应思想的反应可能都在挑战你，你还要不要信这位上帝啊？我们今天来看到约伯在29章到31章这3部曲的第一部，就讲到约伯他想念过去这一切美好的经历，而这一切美好的经历呢，就好像我们今天 RPG 的经文诗篇143篇听说这是大卫他所写下的这个悔罪诗他曾经犯过错，他写下那个悔罪诗，他追念那以往的日子，他想要回到那个跟神很紧密。今天约伯他经历到这苦难，虽然他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，但是他经历这苦难，在这苦难当中他也在追念以往的日子。这段经文怎么说呢？诗篇143篇5到6节说：我追念以往的日子，思想你一切的工作，回忆你所做的事。我向你举手祷告，我渴慕你，像干旱的地盼望雨露。台湾今年应该说下雨，特别是南北非常的不均。南部呢已经遭遇到这个百年大旱，还比百年大旱好像还要更严重现在呢很希望可以下雨，台湾人很希望可以下雨，因为真的很需要雨水来滋润大地，甚至在这些科技厂都非常需要有水可用。
渴慕到一个程度，好像这个地方已经干旱了很久，很需要有雨下来一样。大卫他渴慕渴望在经历过去那跟神关系很美好，一起去经历好像战友，一起在许多患难当中得胜的经验。而今天的约伯，他也讲起他过去的经验。他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呢？他说，像过去上帝保守我的日子，那个时候他的灯常照在我的头上，不只是照亮他，使他不走进黑暗，更是照亮他，使在黑暗当中还可以走出来，甚至知道要走什么样的道路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说到，约伯是一位正直，而且在上帝眼中看为完全，远离恶事又敬畏上帝的人。他回想他过去的日子，他自己也是这样经历。他感受到上帝的仁慈庇应他的家，他感受到他的儿女在四周围绕着他，他感受到当这个城里父老要聚会的时候，他是有说话的权柄，他是让人敬重的人物。但是我们到30章我们就会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反差。他回想他过去所经历到的祝福，上帝使他样样都有，样样不缺，而且让他有能力，更是有选择能够帮助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说，我做盲人的眼睛，我做这些穷人的父亲，我常常为陌生人伸冤，因为当时他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，他以为他一辈子就会这样经过。但是事实上到18节就有一个转折出现咯。我总以为我能寿终正寝，我的岁数会像尘沙那样多，人人都会来称赞我，我的力量不会减退，我好像是一个教师一样，可以来教导别人，我好像是一个受人所喜爱的，他们渴望，他们也期待我的指教。他讲到自己的生命经验，在过去经历上帝的保守，经历上帝的供应，经历上帝的带领，经历上帝的丰盛。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面对到现在约伯的境况，我们可以有2种解读的方式。一种解读就是说，这是个悲剧，因为现在完全不是这样，非常的令人难过，失去了所有一切的资源，甚至连妻子都要他离开上帝，甚至他的朋友都说，因为我犯了罪，约伯犯了罪，所以才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。他可以这样想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继续来想的是，过去所经历的恩典，现在还没有到尽头。如果今天就是我们认为的那个人生尽头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悲剧啊。但是若是我们还有明天，我们还有后天，我们继续听迦南之声，我们继续来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正面，其实它是反面。我们从地上看上去，往前看到是那个在织这个毛毯，在织这个地毯的反面，以至于我们看到一片杂乱。的确啊，连这些织工是专业的，他们都说我们看到就是一片混乱，所以我们自己都要一直去注意，到底这一面是哪一面啊？而今天这些牧师也在邀请你来思想，这是尽头吗？还是起头？还是一个过程？还是一个顿点？这个顿点好像我们蹲下来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愿意的话，还可以再跳起来，还可以再站起来，还可以再走起来。很多的时候，那些美好的体会和经验，我们在思想我们过去所经历的，其实有很多上帝所放下的恩典，他的同在，他的
设立。我很喜欢台语这个字哦，好像叫典力。它不只是管理经营，它有很多的意思，是创造主全方面的参与同在在人类的历史，更是上帝的历史当中。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历史，而且他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，不是一时一刻。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，他分享说有一天他开车上高速公路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有一些问题，所以那一天就是还在开着路上呢，就是好像不是很顺，而且还遇到塞车，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但是在这个开车的当中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他开到一半突然爆胎。哇，在高速公路上面爆胎是很可怕的事但是那是时速很快的时候。如果你遇到塞车，你的时速是将近10、20的时候，感谢上帝。他后来分享这个经验，上帝的同在真的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。我们真的觉得衰到爆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在被恶整的时候，或许是上帝还在编织我们生命，要让我们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的过程。只是我们现在看的是反面，正面还没有看到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高度，我们正在提升我们的生命经验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看见约伯他的分享。主啊，你真的是爱他，而且你祝福他，你还带领他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为如同约伯这样经验的人来祷告。此时此刻真的是在一个难过，觉得很衰，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很失落，甚至感受到好像悲剧发生一样。这样的时刻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因为我们的心仍然有期待，期待过去美好的经验能够再次来经历，期待那个与神同工同行、经历见证的时刻仍然要再次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。主啊，恳求主你来赐福你的儿女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想起那过去美好经验里面你如何同在。主啊，你过去如何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跟感恩。主啊，在此时此刻我们要恳求主你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再一次来经验到，帮助我们再一次来靠近你的心意，使我们若有机会，我们真实要来传讲，要来分享，要来实践我们所经历的美好，能够成为我们自己，也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今天所用的引言是司布真牧师在分享苦难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知道如何讲到，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些苦难的经验的时候，我对我的会友说，我相信，我仍然相信，我相信上帝他在，我相信上帝是公义。从我相信开始，我们要来一起经历今天的美好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